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34499个本土病例，95个人死亡，嘛增加3个囡仔重症，嘛出现2例 BA.5 本土病例。苏贞昌在来4个立委涉嫌收企业家的恶势，对公司法来修法施压，是苏贞昌被判刑10档，另外3个拢被判超过7档。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和国民党议员逼讲论文是抄的，林志坚早起委托律师，各王芳美加重诽谤。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34499个本土病例，有95个人死亡，有167个中重症。今仔嘛增加3个囡仔重症，拢是密斯的个案。另外，咱国内嘛头一摆出现2例 BA.5 个本土病例哦，因为是去机场接亲人胃着病。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是34499例，境外移入有78例啊，那死亡个案95例。今天有新增167例本土中重症以上的个案，95例的死亡个案是一位1岁大的男童哈，有先天性的神经系统的疾病，那有长期在使用呼吸器哈，在急诊当中哈，事实上就突然发生心跳停止的一个情形，那经过医院这边急救无效哈，那不幸过世。那我们是把它归类在这个共病的这个部分。那在重症的部分有增加3例哈，都是属于 MIS-C 的个案哈。那年龄是从这个8个月大到10岁的小朋友哈。那目前这3位小朋友都还在住院当中。本土首例的这个BA.5 的2名个案是跟一个境外移入的家庭回国，这个家庭的妈妈，那她带2个小于10岁的小朋友一起从美国回来，在6月19号的时候入境。那国内有2个家人，一个是按兄，一个是按母，都呢有去桃园机场来接送这一家人回到台中，这是2个台中市的个案。接送的当中呢，全家是5位，事实上都有戴口罩，全程都有戴口罩。那在这个从桃园回到台中的路上呢，车窗都是紧闭。再来看，今仔头一批45万剂莫德纳幼囡仔疫苗送来台湾，20会发到各县市来帮6个月以上5岁以下的囡仔来注。专家嘛呼吁讲，囡仔预防针注了后，若是有发烧、爱困、起粒仔等症状，就要赶紧去就医。第一批进口45万剂莫德纳幼儿疫苗已经来到台湾，完成通关的程序了后，会直接甲送去指定的领导物流中心遐放。估计伫21天会当来完成放大的检验，上紧伫21就会当来做。也若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一直到初5这天为止，立即有84个囡仔重症，21个人死亡。为着要加强幼儿的防疫工作，6个月到5岁的幼囡仔会当来注疫苗。专家表示讲，幼囡仔注疫苗了后，有可能会来出现急性的过敏，包含这个住的所在会肿会痛，不止个出现心肌炎的几率未悬。那心肌炎通常是第1个礼拜要小心啊，不过幼儿的心肌炎的机会远比青少年低啦。再来，这个礼拜活力是不是很正常，还是蹦蹦跳跳的啊？食欲是不是还是很好？有没有跟你讲说哪里痛啊？没精神？有这些现象就去看一下医生。另外，专家嘛分析，以色列5岁至11岁的儿童因注2剂 BNT 疫苗的效果，强调讲对数据来看，注第1剂了后，伊的预防的有效性是17%，也若是注第2剂了后，会当提悬到51%。这款的有效性会当讲是有增加。发现说，在5到6岁是69%，那7到9岁是49%，10到11岁是36%，所以其实。虽然说在10到11岁的这个效益比较差，但其实对于这个 COVID-19 症状啊，还是感染之下，他们都是有保护作用的。专家强调讲，虽然以色列的研究发现讲，5岁至11岁的儿童因伫注的有效的效果会对年龄层来下降，不过以整体来讲，对囡仔的防疫是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什么物件拢会起价？学者嘛预测讲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可能会超过3%。虽然餐饮业的无起电钱，也毋过业者是认为原物料的成本增加真济，因的压力嘛真大。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柯书博嘛呼吁中央应该赶紧开放边境，恢复正常的生活，来对抗通货膨胀。
产母伫个前台顶悬前甲自叫芳响响，毋过伫个物价通膨压力的情况下，对青料菜到油价无一项无起，安互早餐店的头家感觉压力真大。鸡肉方面的，还有猪肉方面的，连我们的美生菜也都在涨。去年我们1桶油是580，现在1桶油是960，涨了1倍的油，你觉得我们撑得下去吗？以台湾来讲，5月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增加率达到3.39%，创下最近10年来起上济。学者是预判讲，伫个6月 CPI 会突破3%的几率真悬，这嘛来致使国内消费者物价年增加率连续4个月超过3%。不过，专家产业总工会认为讲，袂当甲这个物价的起价，拢甲怪罪伫个油料升起，还有薪资起悬的头壳顶。薪资的调涨啊，油电的双涨啊，整个的成本会提高。油在下跌的时候啊，物价并没有跟随的而调下来。俄乌战争引起全球原物料起价，世界各国拢拄着这个压力的问题。虽然讲电价起悬的新制度已经上路，餐饮业甲连续起唔起的名单，不过对业者来讲，原物料起价会带来的压力，也是真沉重。到目前，不管是餐饮业或者观光所属的这些产业，端靠内需市场啊是不够的，所以有必要开放啊，让经济能够活络起来。我想，对于将来解决这个通膨的问题啊，才有解了。柯书博嘛呼吁中央，就要紧密来开放国门来恢复经济，安尼才有法度来真正解决危机，安尼通互各式的这个产业找到出路，来增加消费量。除了讲会当甲成本压低，嘛会当互受困的产业增加收入，提高对通膨的制裁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邮政的子公司中华快递，望资方加薪到32000块，嘛袂当扣奖金。也毋过，这个诉求双方协商嘛是搁破局。今仔早起工会搁去交通部抗议，工会嘛表示讲，因可能会搁发动第2波的罢工。去加薪，明年年终离岸变少。初5下晡，中华快递企业工会甲资方协商调薪水的代志。资方回应讲，因为公司年度的预算伫前一年都已经编好势，若是加薪水可能影响进前编的奖金的预算，引起工会不满。双方协商无成，工会早起搁去交通部抗议。交通部要求中华快递董事长出面接订情书，双方是又搁一句来一句去。你如果扣奖金，我们绝对总罢工。这个不是用扣，没有扣，就是说你的费用产生会增加嘛。最后你英语是多少，再来跟预算是比，我们也是这样子哈，按那个比例是多少，可以提多少绩效奖金，就这样子一翻两瞪眼。资方认为讲已经有提出诚意。伫月底进前一定会召开临时董事会，讨论加薪水的代志。不过工会这边嘛大争议，提出实际加薪水，而且袂扣奖金的方案。若无也会发动第2波全台湾的罢工，而且也是雄雄罢工的迄种。即便真的调的话，你是不是年所得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个他也没办法给我们承诺。我是觉得，如果说公司再继续摆烂下去，我们不排除全国总罢工。所以我是觉得它是整体的薪资福利制度要做一些调整。那我也请他们工会同仁不要太担心啦，哈，就是绩效奖金或是其他的年终奖金，这个本来在公司就有一套的制度，该花几个月就几个月。交通部长王国材强调讲，各样企业应该有合理的薪水，表态支持工会提出加薪水的方案，而且要求中华快递母公司、中华邮政、甲中华快递相关的主管赶紧来研议，建立合理的薪水甲福利制度，解决中华快递人员一直在流失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伫2016年，甲恁自伤、无人自杀列做重要的目标，也毋过自杀事件嘛是无减少。最近5档就增加87件，有8个阿兵哥死亡。有民间团体针对国防部的报告批评讲，军中心理辅导的方案效果是真歹，辅导官嘛无够专业。因认为讲1985申诉专线嘛无法度帮助受到霸凌的阿兵哥。霸凌智商未改善，落实零智商反霸凌。民团甲军中冤屈的家属一直大声咧发口号，望讲军中落实零自伤反霸凌。国军官兵轻生案的事件一直咧发生，国防部伫2016年甲零自伤甲列做重大施政目标。不而过，自伤案数一直有增加，最近5年来新增加87件，造成80个人死亡。对国防部交出的测证报告，
民团进行总体检，并且提出6项失能，讲国防部的老毛病是好的好味是，歹的拢要避。22个县市10分市区，一区1个礼拜只辅导1个人，需要被辅导的资讯的人士有这么少吗？他们的政战体系，新辅官呢不呈报、不追踪，然后也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没有具体的给予他们的协助通报。黄中伟案引起军中霸凌的谣言，家属直接讲，心辅官的功能失效，无协助通报。根据立委伫去年质询，有394个心辅官因半数毋是心理，也是讲社工相关科系，安尼，互军中的心辅系统的专业性真落差。虽然国军有1985的申诉专线，不过军中明定讲是爱互顶级来辅导下级。对这件代志，民团要伊讲，若是中官就是霸凌者，安尼官兵要安怎家己来自救咧？会先调离现职，让他就近辅导，离开这个单位，避免对让这个单位让他持续感受到他那个持续性压力。国防部定性1985申诉专线会当协助受霸凌的官兵，包含调离现职、刷咧甲辅导。不过，国防部到今还阁无霸凌防治的这机制。立委要求讲，1个月内该爱提出霸凌防治草案，召开协调会。对这件代志，国防部承认讲，会大先优先来交出分析报告，同时嘛来收集各国军队的资料，来做演议草案。记者综合报道。空军新的用鹰高级教练机有4台进驻台东的志航基地，已经半冬外咯。国防部今仔早起嘛公开用鹰教练机伫基地训练飞行的情况，互民众来了解。咱做伙来看卖。3只用鹰甲2只 F-5F 教练机伫空军志航基地跑道准备起飞进行空中训练。起飞进前，用鹰教练机亲像海洋共款喷水，将环境控制系统这水汽喷出来，进行飞行机起飞性能调节，帅气地向起飞优异性能升空。对外界这期用鹰教练机落地速度伤过紧的问题，3只用鹰机也展示模拟落地紧急起飞的训练科目，飞行员用减压飞行的速度。目前伫志航基地训练要慢慢取代 F5系列战机作为完成基础训练飞官，转换飞行高级战斗机的教练机种。在操作过程中，其实可以比拟之前在飞 IDF 的时候一些的性能的需求，那可以满足一些空对空跟公对面的一些训练。空军司令部表示，去年11月到即马，汉翔已经陆续交付志航基地4只用鹰教练机，都开始毕业培训飞行员。今年按算会阁交付6只，113年会伫志航基地部署33只用鹰教练机，完全取代 F5系列的训练机。记者综合报道。警政署长文昭打上林某，外界嘛真关心讲，谁会来接高雄市警察局长的职位？内政部长徐国勇今仔表示讲，已经有遴选咯，听说完成就会来对外公布。率来嘛公布警政署的副署长、警政署主任秘书，计共10外开遴选。包含内政检查廉政调查机关首长白桂牌共同宣布，空中勤务总队台北松山驻地直升机天抢行权工程采购案采购廉政平台正式成立。这摆采购预算高达18亿4500万，为强化监督成立平台，避免受不当外力干扰，同时落实采购资讯透明化。采购资讯的透明化，我们可以防止一些弊端的发生。然后我们在这里。要拜托我们廉政署，拜托我们的检察机关、我们的调查局等等，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得更好。那机关采购廉政平台，当然它有4个主要重大的精神哈。第一个当然就是跨域合作，那第2个就是公私协力，第3个我们资讯公开透明，第4个我们全民来监督。外界关心下任高雄市警察局长升任警政署长的黄明昭，伊会为什么人来接呢？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人选已经决定，完成内部安全查核了后，搁对外公布。我已经派了哈，但是因为有安全查核的问题，好，那安全查核应该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程序，程序完备了以后，我就会对外公布。接下来还会有一波啊。这个高阶警官的一个调整，因为我们会有一些，譬如说主秘，他退休了，副署长退休了，还有一些副局长也退休了，
6度的副区长退休了，那一定要有很快的补上来。市高用有告刷去会有第2波人数公布，人数有10外回。虽然人是依派的，不过最后是由警政署长来领导甲指挥，所以会由警政署对外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天前，国民党立委陈超明、廖国栋，还有前民进党立委苏贞昌，前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徐永明，涉嫌收泰流董事长李兴良的乌西，针对公司法的修法，向经济部的官员施压。案件今仔宣判，前立委苏贞昌被判刑10档上档，其他人是分别被判8档还是7档。也毋过，这4个立委拢表示讲因无罪，会去上诉。国会正义部会跨党派立委集体收乌西钱案件，前太平洋流通董事长李兴良涉嫌向立委乌西超过3000万，定价转台。检方依照贪污等罪起诉真侪名前任甲现任立委、甲国主办公室主任等12人。经过法院将近2年审理，找到1审判决结果出来，除了李兴良被判刑1年2个月，缓刑5年，所立委全部拢有罪。他犯后呢，否认犯行。并且呢，就是说，跟李恒龙之间呢的往来呢是借款，这样子，或者是说是单纯的选民服务这种言辞来辩解呢，认为说饭后的态度不佳，应该要从重量刑。涉天金额2580万，前民进党立委苏贞昌被判处10年刑期，涉嫌亲身出面甲办公室主任用收取800万乌西钱的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判刑8年6个月，涉贪的南亚立委也有陈超明涉贪100万，判刑7年8个月。前时代力量党主席徐永明涉嫌欺诈乌西200万，是判处7年4个月。另外，国主办公室主任分别判刑无罪到5年刑期。你自己觉得这个结果你可以接受吗？因为检调查出关键人物李兴良为夺回所有经营权，透过白秋龙、郭启明等人，乌西真侪名立委协助公司法修法，高举办公听会是按经济部官员。法院审理了后，李兴良甲郭启明已经自备承认缓刑，不过涉案立委全部拢无认罪。本来就是这个针对今天的一个法院判决，我是真的深表遗憾呐。他在法院的判决认为说，我跟李恒龙之间，我们事实上是真的单纯的借贷关系，他曲解了我是去索贿，这跟所谓的事实显示跟所谓的这个证据都是明显的不符啦。我觉得依法要提出上诉。这件立委收乌西钱案件，佫逼出案外案，无党籍立委赵政府被指控施压营建署变更阳明山国家公园土地地目，厝内底佫被检调查出970万不明现金，不过法院认定财产来源无清楚，被判无罪。早税部分判刑6个月，用1颗罚金。真侪名立委知影判决结果了后，拢发冤枉，表达会去上诉。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要参选桃园市长的民进党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争议，国民党今仔嘛去教育部、还有台北地检署检举提告，要求爱调查，嘛呼吁科技部爱追究责任。国民党团嘛质疑讲林志坚的指导教授、现任的国安局长陈明通帮林志坚出头，今时嘛是要为着民进党来解决选举的国安危机咧。桃园不要论文小偷。几落个无共关切的国民党议员参选人去台北地检署告发违反著作权法，质疑林志坚读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抄德科管理局的报告，还有南洋选长亚康讲，这篇论文还有抄其他文章。不止抄袭竹科管理局的报告，还复制贴上另外一篇2005年12月品质月刊的文章，连图都长得一模一样。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嘛去教育部检举，要求爱调查林志坚敢有抄别人的。好，我们这个检举他那个涉嫌抄袭的，请您收件。请您收件一下。好 ，OK。那我们教育部今天收到这个案子之后，我们就会正式的来跟学校函转，请学校来依规定查处。是。有台湾大学甲中华大学双硕士的林志坚，即马所传出2本硕士论文拢有抄别人的争议。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嘛举办记者会，要求教育部、中华大学、台湾大学按照学术伦理相关的规定来处理，甲真相查好清楚。嘛要求科技部爱处理因的报告可能去互抄起的代志。今天明明是你的委托案，你有制裁权，等于是国家财产，要求要追回这笔钱，而且必须要厘清事实真相。林志坚代代学术论文的部分，国研局长陈明通表示，是林志坚提供资料给另外一位研究生余正宏，只不过余正宏比林志坚先毕业。国民党团表示，无论是谁抄谁的，敢讲陈明通允准学生的论文会当抄来抄去。你还主动跳出来澄清护航，我要问问国安局长，这是国安危机吗？这是国安危机吗？这是民进党的国安危机吗？面对立委的要求，代表示会审查事情，看敢要受理。若是受理了后，会由毕业生所属的学院组成审定委员会，照标准的作业程序来审定。另外，依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相关的调查会伫咧收件了后4个月内底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林志坚今仔嘛请律师去告王宏维加重诽谤。林志坚认为这是国民党的认知作战，要抹黑伊的人格。市人宣告，新竹市长林志坚表出论文抄袭的争议，除了第一时间开记者会背会，找来委任律师去新竹地检署提告。台北市议员王宏维涉嫌加重诽谤，林志坚展开反击。伊讲6月份去互定调的时阵，就有听讲国民党立委去台大甲中华大学讨伊的论文，想要拍拍伊的名声。这一看就是认知作战嘛，然后就是人格摧毁的作战嘛。因为其实我当市长8年了，如果我在这个市长任内有贪赃枉法这种事情一定包不住的嘛。那才显然可能花了很多心力找不到林志坚这个人的问题。林志坚表示，国民党选举真接甲人造乌，嘛伫咧电台节目内底，搁一届背回论文相关的争议。强调讲台大搁发所论文的资料是伊予余正宏的，佮讲伊过去读册过程是坎坎坷坷，万2届考大学拢考无掉。针对台北市长郭文地讲，伊逐工就顾甲人啉酒甲食饭，哪有法度写论文？林志坚嘛提出伊的讲法。吃饭是每天都要吃的啦，但是没有人每天在喝酒吧？他这种说法实在太廉价了。柯市长应该也知道我没有在喝酒应酬啊。不可能是为了选举就想要把一个人进行这个人格抹黑战。针对媒体民调指出，论文的代志，和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的支持率提悬到48%。林志坚表示，民调会正做参考，要是希望选举透过提政见政绩，用正当的方法得到民众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对手的论文是用抄的，虽然可能是选举的手段，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若需去向学校检举，学校就召开审查会，有一定处理的流程所以要了解真相，代志嘛无遐尼复杂。林志坚新函论文的争议也是2篇。台出大政治所教授柯兆祥表示，已经正做选举议题，为政治上去讲，安怎也不被清楚。不过回到学术伦理是真单纯，只要经过了一个公正的调查，包含当事人、包含当事人的指导老师，都不能够参加这个委员会。台出大政治所教授范世平认为，林志坚伫中华大学论文相对单纯，不过引用无够清楚，无顾伫地区有学术上的问题。根据科技部资料，过去有过研究计划或者是论文，无适当引注家己是不是已经发表的自我抄袭，会用书面来告解。研讨会的 paper 来作为论文内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标示清楚，应该是不是要把我这个是竹科的研究案，然后我拿来投 paper， 或者我拿来投这个论文，这个可能也要做，因为这可能会牵涉到一个权益的问题。林志坚伫台大国法所的论文，真侪学者认为问题较大。别康这代志的资深媒体人王阳明指出，林志坚甲余正宏论文全文结构甲论述用要同款，措辞也同款。虽然是什么人抄什么人，目前无清楚，不过学术的问题绝对是有的。2个人一定有其中一人把另外一个人的错误资讯复制贴上了嘛？他的说法，老实说，我觉得就是说他等于承认了台大会有学术伦理的问题。学术上问题是不是因讲是抄袭？要有人向2个学校检举，
进一步召开学术伦理审查来调查清楚。学会受依法规定，论文变造、抄袭相当应撤销学会证书。教育部统计，符合证书和撤销学位案件当中，107年到111年总共24件，111年到目前为止是无件数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发生伫2018年2月7日花莲大地震，有190户的受灾户，其中有43户选择伫其他所在来登记厝。登记的大楼去年完工，也毋过最近有住户打布条来抗议县政府甲善款委员会当初答应的部分建设跳票哦。因讲因真后悔搬来这栋大楼。要公平，要公平，要公平。有抗议的标语，花莲0206地震受灾户内底，选择参与异地中间的住户是真不满，因为县府甲善款委员会当初答应讲一户一个停车格，还有边仔铁路隔音的壁拢无做，而且县府互无参与异地中间的住户，一边敢若4万外块的补助。房子盖好之后呢，现在隔音墙仍然没有出现。那我们必须忍受现在10分钟就一个平交道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是说拿钱该拿还应该要195公平。县府表示，0206地震受灾户拢总有190户，参与异地中间的拢总有43户。厝伫起的时阵，因为另外增加的费用是由善款委员会这边来支出，所以后来才会决定发予无参与中间的住户一边4万外的补助。这个其实就是配合他们这个重建异地重建的这个多领的这个救助金的部分，去算出差价，再补给领救助金的人。其实这个是基于公平性的。因若每一户拢爱有停车位的代志，县府强调讲，当初有甲住户通知讲爱去地下室，不过因为建筑成本增加，所以就无做。因若铁路隔音的壁是属于代替的权责，还阁当地协商。不过针对这点，住户是讲因无法度接受，不排除会去县府发动抗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8月有30个成员国7月初5批准瑞典、芬兰会当加入。刷来哦，爱甲所有成员国的国会通过，瑞典甲芬兰就算是8月正式的成员国咯。8月秘书长是指出讲，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因为8月的成员会增加到32国，联名会愈强。瑞典甲芬兰外交部长甲8大西洋公约组织30个成员代表握手挨杀子，8月初5伫布鲁塞尔签署一名协议，批准瑞典、芬兰正式入盟。会后8月秘书长甲瑞典、芬兰外长开联合记者会表示，8月会为30个增加到32个，互联盟更加强大。This is an historic day for Finland, for Sweden, for NATO.And for Euro-Atlantic security. President Putin tried to close NATO's door. We now demonstrate that NATO's door remains open. 顶礼拜8月伫马德里峰会原本复国的成员土耳其改变心意，所有民国领导人拢同意邀请芬兰、瑞典及8月这份协议签署，代表瑞典甲芬兰应参加8月会议，得到搁较侪进步。不过也无法度有8月共同防御条款的保护。土耳其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三国之间一份合作备忘录。I really hope for a quick ratification process, and as you know, we made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Finland, Sweden, and Turkey.In this document and in this memorandum, we have actually addressed all those concerns that also Turkey had raised, including the terrorism, the PKK issue, and so forth, and all the steps that are necessary to be taken are mentioned in the memorandum. 目前还未确定所有8月国家批准加入协议要偌长时间，因为每一个国家批准的定数不同。路透社指出，这定数可能要1年。公司新闻连为人评价。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甲财政大臣苏纳克初5宣布退出内阁，嘛公开质疑首相强森的领导能力。但经过无信任投票的强森，目前的情势是真紧张。在野党嘛要求伊要赶紧落台。英国首相强生的首相大会搁一摆面临危机，初5财政大臣苏纳克甲卫生大臣贾维德用要同一时间提出辞职书，搁推文动话质疑强生继续领导政府的能力。Good evening. I'm just gonna go spend some time with my family. Thank you for coming. 互两个大臣出走的导火线是保守党副党鞭平切尔见交代，伊2019年涉嫌性骚扰案被人揭发，因求辞职。强生被控早就知伊品性有问题，却无处理，而且对外讲法起起倒倒，佫引起风波。I was aware back in 2019. I was made aware of a specific allegation against
Chris Pincher that was resolved. Last week, when fresh allegations arose, the Prime Minister did not immediately recall the conversation in late 2019 about this incident. As soon as he was reminded, the Number 10 press office corrected their public lines. 贾维德甲苏纳克是强生重要盟友，伫派对门见笑台坚定支持强生，都以度过6月执政党议员发动的无信任投票。不过，迄时阵已经41派党员认为强生应该落台。即马阁逼出第7条，强生表示遗憾，马上提名幕僚长巴克莱接任卫生大臣，到部长查哈维接任财政大臣。在野工党党魁史塔默表示，明显这政府伫咧落败，要求强生马上落台。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烦恼经济衰退，所以嘛造成原油的需要减少。国际油价涨落破一桶100块美金，落超过8%哦，嘛是最近4个月落上济一天。美国股市一开盘嘛落真济，也毋过后来受下起转来，也毋过白宫嘛否认讲美国有经济衰退的现象。国际原油期货初五即天落找到每一桶100块美金，价落买超过8%，创下4个月以来高一日落找上济的程度。美股伫拜二有起也有落，道琼的开盘一度来落价到700点，上尾啊落价到129.44点。科技类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嘛有起1.75%。标普500指数嘛价落一丝啊，有尾啊有搁小可弹转来0.16%。烦恼讲经济规个落价会来砍掉规个市场，毕竟是否认美国当咧拄撞到经济的落差。We've averaged more than 400,000 jobs every month for the pas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We've held steady at 3.6 of unemployment rate. Consumer spending remains strong and above pre-pandemic trends. Business investment remains strong, and household balance sheets remain strong. So we do not believe that we are in a recession. 自从20前以后，美国经济拢总经过12遍的下落。逐遍落价拢有2大特征，迄就是经济出现末期，还佫有失业率的冲悬。批评财经的这个上升预测讲，伫消费者信心落价到历史上低时阵，而且无来有冲悬了后，伫未来12个月，美国经济落差有可能会来冲悬到38%。假使讲美国经济若是真正末期，这边的形态会是真怪奇，因为这是经济产出末期，失业率煞伫咧历史的新低档。Today, we're seeing economic slowdown, but we have an incredibly strong job market. And it'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the committee that makes these decisions decides on whether or not we're in a recession sometime soon. I do think, regardless, we're entering a period of slower and less frothy economic growth than we've had for the last year and a half or so. 就算分析师警告讲，满岸的联邦货币政策上尾有可能会引起经济末期。不过，其他专家是认为讲，无应该用经济末期做理由来阻挡任何压制通膨的手段。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咱国内新消息咯，环保署明仔载会来进行协和电厂更新改建计划线顶宽频会议。这个计划按算要换新的燃油机组，填海造地的所在会往东边线，所以面积会缩小哦。不过在地环保团体甲立委拢认为讲，既然填海的所在有改变，即案应该退回重新申请。基隆协和电厂要拆除现有的4部燃油机组，改建2部燃气hoặc循环机组，案件要伫7号进行宽屏初审。原本填海造地位置就伫机组外海，面积18.6公顷，但新方案位置东线缩小成14.5公顷。在地团体甲立委认为，相关调查资料不足，应该退回案件，不应该审查。现在主方案都变了，环保署是可以退回这个环评书，要他们重做了。真的怀疑说他是为了要开发，而要让他的方案通过，所以他刻意的选择了沙地的地址，选择了没有珊瑚的地方，然后说他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协和电厂改建兴建4只，专家认为将来大型液化天然气船出入，佮甲大小商船、货轮、旅客邮轮共同用单一航道，会严重冲击到基隆港的竞争力。
就是压倒基隆港最后一根稻草，马上就完蛋了，在竞争力上，在成长上全部完了。不过，台电力环评报告书当中指出，要甲接收站填海造陆地区，为东平沙甲港区内底是要进一步降低对海域生态扰动。填海面积搁一概缩减到14.5公顷，是要为上精简用地进行规划。记者们吴家宝台北报道。来看中华有一对爸仔囝哦，伫2档月前食喜乐的药仔，也毋过却因为肝炎甲肝癌过身。家属无法度接受，申请药害救济，委员会是判赔这爸爸85万块的救济金哦。也毋过后生一死，因认为讲甲药仔无关系。家属是表示讲，因感觉不好，会阁向卫生福利部来提出诉愿。两位亲人小连续过身，林小姐真歹接受。伊讲老爸是校车的司机，伫2019年，老爸63岁检查出肺部有各样，得到肺痨。当年的9月份开始用药治疗，毋过疗程进行4个月，出现面部性肝炎，住院半个月了后过身。家属申请药害救济，得到85万的救济金。毋过同款也使用对抗肺痨药的小弟，却无得到救济金，家属是真歹接受。不是说他原本就有癌症，我们还说跟这个有关系，因为这个也都查得到啊，他根本完全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林小姐讲，小弟因为和老爸做伙大，互中华关卫生局认到做有可能感染。2019年10月份开始接受预防性食药仔治疗，毋过食药仔9个月了后，肝指数煞称悬，检查发现已经是肝癌的第4期，经过1年的治疗就过身去啊。家属质疑讲，两个人这个抗肺痨的药仔拢有损害肝的副作用，毋过小弟的死却互认定做和药仔无关系。其实都会请病人要去注意他的身体状况，要定期去检测肝功能。对，所以不是说为什么有副作用就不应该上市这样嘛。有医师指出，小弟用的药仔引发肝毒性的机会无大，而且伊本身又阁是 B 型肝炎的患者，死亡的原因疑似和肝硬化引发的肝癌有关系。单一处方会产生这个肝毒性的比例就相对低很多了，所以你刚刚说他还有一个肝肿瘤，那应该他的死亡应该是跟肝肿瘤比较有关系的，跟这个单一用药应该关联性不大。药害救济基金会表示，收到案件申请了后，会转送审议委员会审理，也协助家属了解个案和药害的关联性。不过，因为家属想要理清引发肝肿瘤的原因，这因会向卫福部提起诉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总有一件啉酒塞车的车祸，也毋过这个驾驶本地是讲是因为落大雨看不清楚，才会去弄到对向的车。这个驾驶97.53超过标准哦。后来这个驾驶就有讲，伊伫上班的时阵啉2罐威士忌。白色小客车颠倒向龙桥墩车头歪高刺穿，桃园市桃园区7月下晡伫大兴桥发生一个车祸，车是踢甲真厉害。酒测值0.53呢，现在已经是公维了，然后到我们派出所做笔录吧。所以你们驾驶第一时间讲雨势伤过大，看不清楚，无细致车失控弄到对方的车，搁弄桥墩。不过警方酒测发现，酒测值高达0.53，超过标准。所以你们驾驶才承认，上班时阵饮2罐威士忌，下晡停工塞车等去中途，拄久才会发生车祸。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失控擦撞对向车辆，并且撞上桥墩后停止。经实施酒精测试，该名男子的酒测值为0.53，已经超过法定的标准值。员警依法将其逮捕，移请桃园地检署侦办。根据了解，这台车是先向正平线得到进行道，弄个日头真大，将驶入驾驶行车顺势向倒平，当韩道路失控弄到对向的小客车，搁弄到桥墩，车头害了。好佳在这车祸无人受伤，专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四号宝仔寮渔港，云林县政府即马透过都市计划，要变更土地使用，未来来引进水产机械加工业，或者真做是水产精品园区，来带动观光，嘛来活化渔港。那停靠伫咧港口云林宝仔寮渔港，因为外海沙洲沙位，搁再加上积沙真严重，影响到船只要出入，渔民出海有困难，地区渔业渐渐衰微。所以县府打算要透过都市计划变更用地来推动转型发展。
咱风头水尾这个博尔寮这个特定区遮吼，本来有这个20几公顷的这个住地区，咱甲转变成这个24公顷的这个商业区啦吼。那后续咱是差不多我这个9月、10月，咱就要来会当开始来标售嘛。所以咱引进商业之外，咱需要就是爱观光产业，观光一定要连接。官府表示，透过都市计划，即马要伫遮变更规划24公顷的产业用地，要引进水产、机械加工业，打造水产精品加特园区。渔港周边嘛会规划步道、市仔等等，希望产业转型会当带动观光经济。博雅港已经消沉20-30年哦，伫这期间失去真侪咱求进步的机会，甲咱博雅港水的一面、好的一面。会当提出来，互咱全国的百姓了解，讲咱遮有一个足水的迄个秘境甲沙滩，也是足也无经过呐，即个璞玉也无完全开发的。官府即马已经请建筑师来做初步的计划，会结合附近的黄金沙滩、甲查丰拿南地等等的景点，佮再加上产业来进驻，嘛会配合乡亲的需求，希望互博雅寮渔港转型做观光园区，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安平离奇国民主体哦，因为是海沙厝要重启，也毋过已经签真侪档咯。最近有议员提案要求市政府同意用之前无开了的地档存款的补助，互住伫遮的人一户毋免阁贴100万。也毋过有人认为讲安尼做无妥当。行到台南安平的二期国体要入去地下室的楼梯已经牵封锁线，规个钢筋嘛拢看现。20外当前，安平二期国体互人鉴定是海沙厝，毋过因为住户的意见超袂平，所以一直无法度订建。都发局试算要订建，逐户需要付100万，就民代提案利用进前地档的存款存的钱来补助。而且前几档有咧帮忙一寡学校老旧的校舍有在整建。包括文宣，包括一般的大楼，它如果遇到地震，也有在补助。它是政府盖的房子。好，第二，他们住在那里的都是比经济上都比较不好的，所以我建议把这些善款用一部分，用在我们2期国宅。民代强调，当地住户大多数拢是弱势，协助因争取补助无虾米问题。不过消息传出来嘛，引起争议。住户认为，当时政府起的厝出问题，即马煞用另外一条钱来订建，根本无合理。嘛有民众认为，用地档的存款来补助订建，无啥妥当。要安讲，会当互阮的负担愈少愈好啦。因为毕竟当初会买这，大家拢是比较生活没有那么好。对啦，你政府起的来卖民众。今仔你起这海沙屋，出问题，你即摆政府没有，大家想安那想法唔对。我觉得他是好意，但是我觉得款项那个项目不对了，我觉得可能还要再有待商榷了。台南市社会局表示，2006地档迄当阵的存款大约是42亿，目前还阁存14亿。针对议员的提案，会阁送去存款审议委员会来讨论。那因为灾害的定义呢，其实在灾害防救法里面呢非常的清楚，它就是有关震灾、水灾、火灾、旱灾这些造成的灾害，那我们就会用这个捐款专户的钱，如果经过审议后，那用于这个灾害的这个救助、灾民的救助。那都发局表示，若要订建，逐户需要付100万，市府会阁再补助搬徙的钱20万，等于是逐户只要家己付80万。若是住户共款有困难，一个方案是会当买较少坪，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去贷款，希望住户会当赶紧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有人发现讲，高雄为要促销石斑相关的产品哦，其中有单机版之前斗相共广告的一款石斑鱼酥产品的名哦是抄日本一款正出名的饼，也这也是赶紧回收的，嘛甲这款饼回收。日头下食红豆饼，高雄市长陈其迈6号透早到基丁，为乌沙生意节甲秘鲁嘉年华宣传，吸引观光人气。为都市活动也是民产推销，嘛是市长的工课。但陈其迈进前为着推销石斑，打出业者推出的石斑薯条相片，说红质疑产品的名是抄的。那他已经道歉承认错误也回收下架所有的商品。
那我们出发点是希望说能够帮助我们的渔民，让我们的石斑的这个渔民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通路。根据了解，红抄袭的是日本秀秀仔品牌靠比因的薯条产品食咖喱口。台北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伫网络宣传的时阵，讲伊是石斑口味的食咖喱口。网友认为安尼红误会这是靠比的产品，消息传开了，业者嘛赶紧伫网站大公告回信咧。产品名字还是叫做库珀鱼薯条，那个才是我们的主要的名字。那句话可能就是副标的概念，不小心闹出这个风波也是蛮伤脑筋的。我们就马上下架啦，对啊。那有些通路的话，我们也是赶快联系，赶快回收。台湾石斑因为中国禁运受到影响，互政府甲业者想尽办法推销找出路。只是拄啊好，民进党籍新竹县长林志坚拄到伊的论文，敢若是抄别人的风波的时阵，想袂到高雄石斑产品嘛同款出现抄袭的争议。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再来看健保资料库授权使用的争议，伫今年4月份有伫宪法法庭来进行言辞辩论，上紧这个月会宣判。人权团体是认为讲，必须爱取得人民的同意，才会当开放使用。也毋过健保署是回应表示讲，健保的资料库资料，因为经无个人资料的问题咯，开放使用是会当来斗相共咱国内核实的发展。民众摕健保卡去互医生看落是真实上的过程，所可能有问题。台湾全面健保资料，伫个无经过民众的同意之下，拢会当去互第三方加做学术研究来使用。人权团体长久以来批评讲，这已经侵害人民隐私权的保障。1300万的国民都有这个义务，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必须要交出你的健保个资，给健保署去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医疗研究。不管你同不同意，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已经侵害了人民的隐私权的保障，同时也侵害了人民作为一个被研究者的知情同意权跟退出的权利。人权团体认为讲，健保署以公益性的目的做理由，伫个无当事人同意、嘛无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形之下，已经大大伤害民众基本的权利。不过健保署强调讲，健保资料库的资料拢已经有起识别法，是台湾医疗甲学术发展真重要的一部分。在整个资讯设备上，我们都有以尊重民众隐私为前提，那对外开放利用，希望能够在兼顾整个公共利益和尊重民众隐私的前提之下，开放学术利用，有助于整个学术发展。人权团体强调讲，因前到今毋捌要求停止健保资料研究，是希望台湾会当互体制更加周知，保护受研究者的权利。这个宣判若是无法度达成目标，不排除未来10年阁挑战宪法法庭。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雨水真多，南投德山的桂德笋产量嘛是真多，品质阁袂歹哦。德山公所经济站特别举办备笋的活动，咱做伙来看卖。民众为一年，每一个人拢拼性命来备德笋，看谁通伫时间内上紧甲笋拢备完。遮尔好笋阁趣味的活动，是南投德山镇公所为着要推广在地的桂德笋来举办的。我们藉由这样的活动，带动大家能够认识竹山，了解竹笋怎么剥法、怎么吃法，这样是最棒的。真侪乡亲拢报名来参加，有的人是头一摆备德笋，也有人展现厉害的技巧，现场是真闹热。也有社区摆摊咧卖德山在地农产品，参加的人会使讲是有食阁有掠。无挂手套吼，挂手套客啊，爬到尾啊剩路机。那朋友跟我在问嘛，卖挂手套就互你着点嘛。这个活动我是觉得很有意义，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竹山来走一走。透过备德笋的活动，毋但会当看满在地居民的感情，也会使吸引外地人来行搭。互阁较侪人认捌德山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3个马拉松的选手，年岁上大的嘛60岁咯。因走马拉松是台湾一年全程是1100公里哦。因拢有真侪民众来替因加油，伊嘛拍算讲明年阁要走一抓。伫走的吴景斌这阵人看起来真欢喜，测试即天伫台中大坑车路走，对因来讲意义重大，因为23天前，因就是为这个所在出发，用走马拉松的方式是台湾一年。来挥挥手，回到我们台中啦！
这位工仔因伫大日头骹走，干那靠家己双骹，有警兵拍甲皮肤真乌，干那穿袜仔7站才有较白。虽然即摆已经60岁啊，毋过伊甲2个真爱走的朋友，为顶个月12开始踅台湾一轮。这个旅程中，拢爱靠家己补给，也甲盘行李，嘛都爱学习甲家己的身躯合作。那也会遇到总账，都会。好，那你要跟他共存啊，好，不要硬着跟他对干，放慢速度，好，一步一步完成每天的一个行程。已经并讲过程中3人互相鼓励，用家己适合的速度走，逐工温度拢真悬，伫走23天累积1100公里，也搁打遍台湾本岛4个极点。虽然3人脚拢碰趴，也是抹袂掉因的意志。这原来互年纪比因较少岁人拢真敬重。这是个荣耀，你以后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说看到没？是你环岛，你开车哦，骑摩托车、骑脚车，跑步，我跑步环岛，你看。已经并讲49岁迄年原本体重100外，因为健康的因素开始练走，即摆已经走11年啊。伊讲只要体力会使，希望会当走到70岁以上，也要用无同角度来感受台湾这块土地。记者综合报道。咱个来看巴西的圣保罗有一个查甫人，因为疫情失业，有做事着看鸟仔哦，所以常想着讲，会当甲伊引导变做是鸟仔的天堂，无想着讲即马嘛变做是观光的景点。小菜咸的用果，食酸鸭加木瓜食较真有滋味。厝边的厝主也咧为因准备好食的食物。毋但安尼，食饱了后，鸟仔也阁会当伫年纪卡专门为伊设计的游乐设施，像海动手甲爬楼梯会当耍。这是位伫巴西圣保罗真特殊的蛟龙园，是麦克西莫所打造的。E trabalhando aqui na rua, na frente da minha casa, eu pude perceber uma grande quantidade de pássaros, que inclusive estão aqui agora. E aí eu resolvi do nada fazer uma casinha de passarinho para quem sabe, né, agradar eles um pouquinho. 53岁麦克西莫伫疫情期间失业了后，开始伫网络白家区另外找生路，逐工顶着笔电之外，看天顶飞过鸟仔是伊有眠生活中的娱乐。后来，伊突然想要为这鸟仔起一间厝，所以这个蛟龙园就哪来哪闹热。麦克西莫也真快乐。Eu acordo cedo todos os dias. Na verdade, quando eu não acordo cedo, os meus amiguinhos vão lá me acordar, ficam fazendo barulho lá até que eu venha colocar comida para eles. 这个蛟龙园即马伫圣保罗市变甲是土人仔，真侪人特别走来欣赏，成做当地另类景点。麦克西莫是心满意足的讲，伊无啥物要求，甲鸟仔同齐都是伊所想要爱的世界。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英国一间电动车的公司研究出氢燃料电池的电动卡车哦，是真有动头哦，充一解电会使驶500公里。另外，德国嘛因为罗西亚减少供应天然气，目前买起会当放烧水的设施，望讲寒人会当来提供热能。白色的车身真有流行感的车顶，开伫路真在，这是英国电动车生产公司天华上新研发用电力甲氢当做电力的电动卡车，可续航力达到500公里。We have a system where we can charge our trucks overnight using a battery, so much like battery electric cars, and that's very energy efficient and very cost effective. The opportunity from hydrogen is to extend the range or increase the energy. 伫国外卡车送货送真远，敢若靠充电的电池，毋但电池重量重，会消耗卡车载运货物空间，加上充电时间真久。为了解决问题，总部位伫英格兰天华公司向投资者募集1亿4000万块的美金，研发出电动卡车用的氢气燃料电车。预计在2023年开始生产，会使用2种能源续航的7吨半卡车，即阵也会使使用太阳能也是风力生产绿色的氢气。除了减碳甲环保以外，也互车开搁较远。以氢气做动力的科技，也对受到能源减少大气影响的相关企业更有吸引力。另外，这方面，德国才伫减少对俄国天然气依赖。毗邻史普雷河荷花一个工业用地，才伫做一座独立塔，能储存5600万公升的烧水，供应毗邻地区的热能。Erstens wegen der Klimaneutralität, wegen der Klimaschutz und zweitens, unabhängig zu werden. Also in Zukunft Wärmeversorgung hinzukriegen und Energieversorgung hinzubekommen, die eben unabhängig vom Import.
这个5000万欧元大约代表15亿8000外万的新设施，有200兆瓦的用量，应用德国各地计算太阳能加风力发电的电力，加水保持在这个均的温度13点钟，会使供应毗邻热天的大部分的烧水的需求，加冬天所需要热能的10%。今年年底完工了后，会真侪欧洲上大独立的设施。公视新闻，但是董编译。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